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新疆，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何莹。我们这次呢，与土库曼斯坦国家工商会呢共同举办2026土库曼斯坦中国商务论坛及商品展览会。这是我们贸促会落实中国中亚峰会成果，特别是两国元首达成重要共识的一个重要的举措。我们这次呢，共组织了8家来自中国新疆的企业参加此次展会，农业机械、采棉机以及种业。同时，我们还邀请了工业产品领域的新疆湖阳线缆有限公司带来的主要产品呢，它有控制电缆、加装电缆等等。我们希望在本次展会上呢，能够双方企业通过充分的面对面的交流，能够达成合作。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新疆商会是新疆最大的国际贸易投资促进机构。我们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地区间的经贸交流合作。我们已经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双边合作机制。我们期待着通过这次的这个展会活动，能够与土库曼斯坦国家工商会建立合作机制，同时也希望未来能和土库曼斯坦工商界的朋友们共同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谢谢。我们公司是中国一家农业高科技研发应用的企业。我们主要经营呢有玉米种子、小麦种子、棉花种子。我公司呢在这个农业高科技种子开发上呢，我们有自己的科研。我们这次来到土库曼，主要是寻求关于这个农业种子两种的这个科技开发。我们希望呢，就是将我们中国呢，先进的这个棉花种子、粮食种、小麦种子，还有这个玉米种子，在这个土库曼斯坦呢，找到联合开发的这个合作伙伴。我们有非常好的农业科技服务团队，可以向土库曼斯坦呢，种植棉花、种植玉米、种植小麦，如何提高产量呢？我们可以提供技术服务。我们也对这个当地的这个农业用地的这个土壤改良、节水灌溉，开发呢，我们也很感兴趣。现在呢，就是说在这个土库曼和现在呢，就是在这个中亚呢，这个商品玉米的需求量很大。我们呢这次过来呢，看到了就是说土库曼有种植小麦的很多土地。这些种植小麦呢，在这个收割之后呢，是完全可以再种上一茬玉米。这个生产的玉米呢，也可以出口到周边的国家，就是那个为这个当地的这个有限的农业用地呢，就是提高它的这个使用效率。